珠海金灣區首屆農房盤活推介會4月7日在三灶鎮木頭涌村舉行，有本澳業者應邀參加，同場簽署合作協議，冀為灣區百千萬工程注入金灣智慧。推介會上，中鑫澳門有限公司與金灣區有關方面簽署合作協議，計劃在木頭涌村石頭坊打造精品民宿，聯動文創資源與青年創客，推動澳門設計本土運營的融合發展。該公司董事長、澳門山東商會會長兼澳門山東同鄉會會長魏成波稱，此舉可搭建起港澳青年本地村民的創業平台，為珠海鄉村振興注入開放性活力。隨着百千萬工程深入推進，珠澳兩地具條件在產業、文化、人才等領域深化合作。金灣區農業農村和水務局副局長黃詠儀指出，未來將進一步推動港澳居民享受村內醫療、教育等政策，助力參與鄉村建設。廣東省農業農村廳督察專員韋浩肯定金灣經驗，歡迎港澳同胞與企業家響應支持。